主耶稣基督讲，伊就是活命的粮食。到耶稣遮来的人，心灵的确袂夭糕；相信耶稣的人，心灵永远袂脆焦。请收听活命的粮食。亲爱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活命粮食这单元。今日活命粮食这单元呢，要甲咱来谈论到人物真神。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喜神啊，因伫咧讲，伫这个生活当中所看所听，这神遮济位啦，带一位神才是咱应当爱敬拜的真神。确实有影这个世界上有真济代志，有诶是真诶，但是呢，也有真济代志是假，是欺骗别人诶。现在呢，这个市面上所卖物件有一寡也是假。假使呢，咱若是无小心去食着这假药啊啦，这假物件，有当时呢，咱会受害。同款呢，伫这个宇宙之间呢，有一位真神，但这个世界上呢，也有真济假神。假使讲咱无经过着查考，也无去研究，就随便去甲敬拜，那安尼咱就真容易呢去拜着假神。咱若是拜着假神，有当时呢也会受到伊的伤害。这个世界上，因为拜假神所受害的人，会当讲是真济，但真正是需要去研究，来找到真神，较免受假神的害。咱伫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呢，常常也会拄到一寡不如意的代志，也常常拄到患难啊，真袂平安，需要真神做咱的倚靠。但是有真侪人对真神的人物因为无够所以因所拜毋是真神，所以呢，袂当正做因的倚靠，也袂当得到平安。咱应当要安怎去找到这位真神呢，来敬拜这位真神呢？什么神才是真神呢？其实呢，根据着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7章22节内面的记载，讲主耶稣的门徒保罗去到这个雅典城传福音的时阵，伊曾经徛伫阿里巴古广场的所在报道。当时时，保罗来向大家讲诸位雅典人啊，我看恁凡事拢真敬畏鬼神。我游行的时阵呢，看到恁所敬拜，拄着一座坛，顶面写着讲迷失之神。恁所无人物去甲敬拜，我即马甲恁讲，这个保罗呢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伊本来也是无要相信耶稣的。伊不但是无要相信耶稣的，反倒转来反对信耶稣的人，所以伊常常用着各种的手段来阻挡别人来信耶稣，来处罚遐信耶稣的人。后来呢，这保罗受到神的启示，伊才知影讲，耶稣才是救主，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。伊明白了后，伊不但信耶稣，也为着耶稣呢去到各所在去传福音。伊还未信主以前呢，伊是常常掠这信耶稣的人去定罪，伊阁将因落入监牢内面。伊信耶稣了后呢，因为传耶稣所常常去互人甲伊鞭打，阁常常去互人甲伊落入监牢内面。但是呢，因为伊已经清楚认捌了真神，也知影讲耶稣真正是救主，所以呢，为了传福音，伊也甘心来忍受真济痛苦。头前咱也提到着讲，这位保罗伊来到雅典城的时阵，伊看到这雅典人拜足侪神明偶像啦，有一座坛供奉着因所毋捌的神。为什么因要拜无人捌的神呢？这是因为雅典人敬拜足侪神呢。因恐惊讲，遐个互因甲拍家老的无人捌的遐个神呢，却无去甲拜着，因会当讲受真受到啦。所以因就去设法来做一座坛，来称作迷失之神这个神坛。保罗来向这个雅典人来介绍这位因所无人捌的真神，也是因应该敬拜真神。伊就向雅典人讲：恁所无人捌所咧甲敬拜，我现在甲恁讲，创造宇宙甲中间万物的神，既然伊是天地主呢，伊就无带伫人手所做的殿。伊也免人
用着手去甲服侍，敢若像欠少啥物共款。伊反倒转来呢，将这个活命、气息、万物呢，拢赐予万人。伊对一本做出万族的人，带入全地上，并且呢，预先定准因的年限甲所大的疆界，要互因追求着神，或者会当想象会着。其实呢，伊离咱个人无远，要叫因追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，就讲会当去想到的代志。其实伊是离咱个人无远啦。咱的生活呢、动作、尊老呢，拢在乎伊。世界上神呢，可以分做两种呢，一种是啥？被造的神，一种是创造万物甲咱人类的真神。这间顶人所拜是迄个被造的神，因无认捌迄位创造万物的真神。现在一般人所拜的神，拢是被造的神，有一寡是用着手画伫这个纸顶，也有一寡是用着插头去甲刻。这种人所造的这个神呢，敢是真正是真神？这种被造的神呢，无可能是真神。以圣经来讲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才是真神。这位真神呢，做了天地、地球顶面的动物、海中的鱼、树林当中的这个飞鸟，这拢是伊所创造的。伊对地面上所发出来这个花啦、草啦、树木各种的果子树、菜色，也拢是这位真神所创造的。天顶的太阳、月亮甲真侪星，也拢是伊所做的。对咱就知影讲，这位宇宙的主宰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，才是咱应当爱来甲敬拜真神。圣经顶面约伯记12章第70面记载讲：你而且去问走兽，走兽得甲甲你指教；如果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呢也得甲甲你讲；或者甲地讲话，地也得甲指教你；海中的鱼也得甲来向你说明。看这一切，什么人毋知讲是耶和华真神的手呢所做成的呢？既然活物的生命甲人类的气息呢，也拢伫伊的手中啦。这内面咧甲咱讲，并不是讲迄个走兽、飞鸟甲鱼因的讲话，会当甲咱讲因是真神所做的。这段经文咧甲咱讲啦，讲互咱去观察遐个动物的生活，观察这个自然界真侪奇妙现象。咱也通好透过着观察这个动植物的构造的奇妙，还有因的活命奇妙，咱就会当明白，这拢是这位真神所创造的。咱这科学呢讲起来已经足发达，咱人类呢也通好发明一寡甲神所创造的物件甲咱小可共款的物件，像讲真神创造走兽啦，定来这地面上伫咧走，咱人类呢却发明这个火车、汽车，共款嘛当伫地面上走呢，而且走得真紧。真神做这个飞鸟会飞，咱人类发明了无人机也会当飞，而且呢飞得搁较悬、搁较紧。这个真神所做的鱼呢，伫水中会当自由自在，安尼游来游去。咱人类发明船，也可以伫水面上啦，也嘛当伫水底上，伫遐行船安尼。神所做的飞鸟会当飞，咱人类所做的无人机也会当飞。但有一项，咱人类无法度发明，也袂当有办法做出来，迄就是生命。神所做飞鸟、走兽甲鱼拢有生命，因为因有生命伫因的内头，所以呢，因拢会当成长，成长了后呢，富贵繁殖呢。人类所发明的、所制造的汽车啦、火车啦，甚至无人机啦，因拢未成长，嘛未繁殖，因为啥？因拢无生命。这真神所做的这动物呢，因为有生命，所以不但会当成长啦，佫会当繁殖。并且呢，佫有感情。这个家母呢，看到这个老鹰飞来时阵，这家母呢，就赶紧去保护这只鸡仔囝。这是家母呢感情的一个表现。咱讲虎啦、狮啦，因虽然足凶猛的，但是因巴肚枵的时阵，也袂讲去食家己所生的老虎啦，还是这个狮这是因为动物有母性的爱，是因的感情。这动物不但有生命，还有感情，伊嘛有智慧呢。咱看电视台世界的动物频道所翕的这个
介绍，咱就知影讲，真神赐予因所做这动物拢有一寡智慧，互因会当运用这智慧，来得到一寡食物，就像讲保护着家己，还是讲维持着因家己的生命，这种智慧神拢予因啦。所以无论讲这个科学有安尼进步，人所发明的这物件虽然足精密的，功能嘛真济，但是因拢是无生命，所以袂当反思，也无感情，无智慧。咱人类发明的机器人，虽然讲会当替人做真济代志，但是呢，因拢是人所做的，受人控制，无智慧，嘛无生命。这个电脑的记忆力虽然讲真强，伊记忆也真正确，咱人类的这记忆力是真有限，会当讲是较输这个电脑的记忆。但是这个人类的脑啦，有智慧，会当思考，会当判断，会当计划，佮会当制造电脑，会当设计电脑的程式。这种是因为讲咱人有生命，甲神所赐智慧甲聪明。为什么人有生命呢？有智慧呢？这是因为做人类的神是全能的真神。咱观察到人体的奇妙，甲人脑的奥妙，就会当知影讲，宇宙间确实有一位全能的主宰真神。咱观察到一座真伟大的建筑物，咱自然会想到，这是一寡有经验、有学问、伟大建筑师、工程师后来所建造的。这工程师若是愈有学问，愈有经验，因所设计的工程呢，就愈伟大。因安尼，对因所设计、所建造的建筑物的高造的伟大，咱就通好知影，因的学问到底有偌高深，安尼经验是偌有丰富。同款这理由，咱看到讲神所造这万物，因的构造、因的生态非常奥妙。神所造天地真啊伟大，咱就会当了解这位造物主的智慧甲能力是无限的。这位真神才是带你咱去甲敬拜的真神。咱信仰所有人所敬拜，就是这位真神，伊也是咱全人类应该敬拜的真神。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7章24节，佮记着讲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既然是天地主，伊为什么会当做咱天地的主呢？这是因为伊有绝对的能力，伊有绝对的智慧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所以伊才会当做天地主啦。圣经内面诗篇103篇19节的记载讲，耶和华伫天顶立定宝座，伊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这古代的信徒称之为真神是耶和华，这讲的真神伫天顶立定宝座，咱定定指着头壳顶讲天伫顶面。但是咱知影讲，这个地球是随时伫咧转的，所以咱现在用着镜头指着天，现在呢，搁伫遐，但是咱镜头呢所记迄个所在呢，已经移到别个所在啊。12点钟了后呢，咱可能移到咱骹的下面的所在。什么叫做天？天就是无限的空间，无限的太空。因为地球呢是铺伫天顶的当中，所以整个无限的这个空间就是天啦。安尼整个的地球呢，拢伫天的下面。神伫天顶立定宝座，意思来讲，神所统治的是无空间的限制，因为伊是天地主，所以伊宝座伫天顶，并且立定。这立定呢，就是袂动摇啦，就讲袂改变的意思。伊的权柄统管万有呢，这句话意思来讲，真神有绝对的权柄，通好来统治着天地间所有的物件。因为伊有这种绝对的大权柄，所以伊的宝座呢，伫天顶呢，会当讲是足稳固的啦。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呢，无就伊会当做永远的统治者，因为因拢有这个肉体限制，也会老啦，会死啦，伊的能力也拢有限。但是
天顶的真神甲因无共款，真神有绝对的能力，伊的能力是无限的，伊又个无受的肉体限制，伊嘛袂老，嘛袂死，所以伊会当永远做天地的主啦。咱知影讲天顶的星球，因拢有一定的轨道，也有一定的速度，因运转的速度拢袂改变，也袂变紧，也袂变慢，因也袂随时来改变因的轨道，黑白色，黑白长。所以呢，咱人类呢，才会当有可能去到月球，又会当平安倒转来地球。太空船要登陆这个月球的时阵，又要当讲平平安倒转来地球。太空科学家因设计甲这个计算的时间拢还真准确，这个仪器呢也拢还真精密啊。只有这个条件还阁无够，还阁需要真神所创造这星球的运转的速度甲轨道呢，拢一定的袂当改变。人的计算呢，才会当配合到一定的速度甲轨道，太空船才会当顺利去到月球，也会当对月球平安倒转来地球。原来安尼这个科学家的进步，常常可以发现到真神创造伟大啦。咱像看嘛，市区的内面的交通会当是足复杂的，拢需要这个红青灯来控制，来指挥交通啦。咱小小的这个市区的交通都要用到这个红青灯来控制，才会当维持着正常的秩序。那这么大的太空，那么济这个星球，因的运行会当有一定的速度甲固定的轨道呢，而且永远袂改变。对这件代志，咱也通好知影，天顶呢一定有一位全能者，伊用着绝对的权能呢，伫咧控制着大宇宙的秩序。这位全能者呢，就是天地主，伊才是真神，也只有伊呢，才当做咱的瓦靠啦。这个使徒行传17章，咧引用这个经文咧讲，创造宇宙甲中间万物的神，既然是天地主，就无带伫人的手所做的殿。真侪拜神明的人呢，将因所拜的神明放入庙宇内面来供奉因。咱人手所做的神明呢，有的是坐咧的姿势，有的是徛咧。做伊的人安那设计伊就被做成做设计这个形状。设计做徛就徛咧，设计坐咧就坐咧。若是讲要面红红，我就甲伊擦红诶；若是爱伊是乌的面，咱就甲伊擦乌色诶。若是讲爱伊发喙鬚，嘛真简单，毋免喙鬚嘛会当。爱伊成做查甫的形象，爱就做成做男性的形象。爱伊成做女性诶，伊就甲伊做成做女性。做了后呢，就甲伊放伫一个所在。伊互人放伫迄个所在，因拢受真侪限制，亲像安尼受咱人类控制，可能是真神吗？伊敢会当做咱的瓦靠吗？咱想看嘛，就知影。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甲迄个人手所做的神，会当讲是完全无共款的啦。因为这位真神是天地主，伊的宝座呢安定伫天，不但是安尼。伊的灵嘛是充满着天地呢，所以呢，这位真神呢，无可能讲伊受人限制，也无可能讲互人限制伫人的手所做这个庙宇内面。你讲是不是安尼？因为这位真神的灵呢，就是圣灵充满着天地，所以咱敬拜伊呢，就真方便咯。咱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所在。拢可以随时随在随来向这位天顶的神来祈祷敬拜这位真神。咱现在要敬拜这位真神，咱可以用着祈祷方法来敬拜伊。咱可以讲伫厝内面来敬拜伊，也通好伫野外祈祷来敬拜伊。当然也可以伫会堂内面敬拜伊。不管讲咱行路坐车坐无人机坐船，咱拢通好来敬拜这位真神。因为这位真神的圣灵是充满着天地。咱若是讲要来敬拜伊呢，通好讲随时跪落来祈祷，也通好坐咧祈祷，嘛会当徛咧祈祷。行落时阵，假使有特别的需要，咱嘛通好祈祷。祈祷也无讲规定什么种形式，随时随地按照需要，通好选择一个适当的方式来祈祷。需要时阵呢，也通好用到灭祷方式，亲像安尼。无被限制伫庙宇内面，伊的灵充满着天地，这种的神呢，才是带领咱去甲敬拜的真神啦。所以，亲爱听众朋友
以前伫遮根据着圣经来讲解，主要说伊真正是造物主呢，伊是天地神，也是咱的主。咱也求主要说会当帮助咱，会当来认捌这位真神，来敬拜伊，会当尽咱人应当尽的本分，甲阮呢，做来享受这位真神所赐的平安、快乐甲福气。你若是愿意接受耶稣，正做你的神、你的主，请你呢带着一个诚恳谦卑的心，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，你勇敢甲入去进一步来查考人物，去祈祷去体验，正做你活命中的救主。这通讲是咱人生当中一个上大的福气、上大的宝贝啦。你若是真正认捌真神，你的心灵你就会当永远袂摇误，你的心灵呢，就永远袂脆干，你的心呢，会充满着满足喜乐。今日活命的粮食、活命食物呢，这单元就甲咱分享到这，咱感谢各位。